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開封府新聞報道。未睇片之前，麻煩幫忙先俾個 like、share 我哋嘅 channel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多謝大家支持啊！今日同大家講下呢個寶達邨嘅雙屍案。咁啊，唔知大家有冇睇零一新聞啦？秀茂坪寶達邨達欣樓發生咗一單雙屍命案。一對70幾歲、結咗婚40幾年嘅老夫老妻，竟然喺屋企雙雙倒斃。男死者先用硬物搏暈前妻，再勒死佢，然後自己喺廚房吊頸自 L 咗。嗱，呢單案最令人心寒呢，就係喺鄰居眼中，呢位男死者平時笑容滿面，出入都會熱情打招呼，甚至乎係被形容為好老公嗰隻。咁點解一個平時和藹可親嘅阿伯會突然之間殺妻呢？呢單嘢背後呢，有啲故事，今日同大家講下。嗱，我哋先睇下呢對老人家嘅背景啊吓。男死者柳伯77歲，徐婆婆71歲，1980年結婚，本來有一個仔，但係2018年佢哋個仔因為情緒問題自 L 走咗。大家試諗下，白頭人送黑頭人，對一個父母嚟講係幾大嘅打擊。呢種痛呢，係冇辦法磨滅嘅。根據01嘅報道啦，佢哋兩公婆本來就係因為生活習慣唔同，成日都會有爭執。但係個仔走咗之後呢，關係更加係急轉直下。徐婆婆10幾年前已經有抑鬱，一直要覆診。柳伯雖然冇精神病嘅記錄，但係喪子之痛對佢造成好大嘅心理創傷。2024年，徐婆婆終於頂唔順，提出離婚。到2025年2月，法庭頒令咗暫准離婚令。為咗避免摩擦，其中一個搬咗內地住。點知最近柳伯想翻嚟香港生活，徐婆婆好心幫佢喺黃大仙租咗間劏房啦。點諗到呢一個咁好心嘅舉動，竟然成為咗一單命案嘅導火線。警方相信啊柳伯因為對生活感到絕望，覺得冇辦法挽回呢段婚姻啊，以後都見唔到前妻，於是呢，就狠下毒手，殺咗佢再自 L 啦。嗱，鄰居李小姐就話啦，柳伯平時好好笑容嘅，都會主動問候收工啦，去買餸啦，覺得佢係一個好老公。相反呢，徐婆婆就比較孤僻，出入就着住件風褸啦，戴住 cap 帽同埋口罩，唔多想見人嗰種。呢個對比呢，好強烈，好鮮明。好多時佢哋睇人呢，都唔可以淨係睇表面。一個外面表現得好開朗、好有禮貌嘅人，返到屋企閂埋道門，可能承受緊一個大家估唔到嘅心理壓力，甚至乎係有暴力傾向。香港家庭福利會嘅研究指出啊，好多虐待配偶嘅個案啊，施虐者喺外面都表現得好正常，甚至乎係好好先生、24孝老公。暴力行為好多時係因為施暴者處於極大嘅壓力之下，例如係失業啦、經濟困難啦，或者好似柳伯咁面對喪子之痛同埋婚姻破裂啦。所以呢，唔可以單憑一個人嘅外表或者對外嘅態度就判斷佢屋企嘅情況。呢單案帶出咗另一個好值得關注嘅問題：離婚係咪等於解決咗問題呢？徐婆婆其實行出咗好重要嘅一步，佢主動提出離婚，甚至係分開住。喺華人社會啦，老人家要離婚好難，好多時會覺得家醜不出外傳，為咗面子死忍難忍。徐婆婆行出呢一步，證明佢真係想改變現狀。但係呢，現實往往好殘酷。家福會嘅報告指出，受虐嘅婦女即使離開咗施虐者，唔代表暴力問題已經解決。好多時離婚或者分居期間，反而係家庭暴力嘅高風險期。因為施虐者會覺得自己失去咗控制權，或者好似柳伯咁，覺得無法挽回、絕望，從而做出一啲極端行為。徐婆婆幫前夫租劏房，可能係出於一時嘅心軟，又或者覺得離咗婚做翻普通朋友，或者幫個忙冇所謂。但就係呢一種嘅接觸，俾咗柳伯一個機會。呢度唔係話徐婆婆做錯，而係提醒大家，面對一段有潛在危險嘅關係，有時候呢，狠心啲，保持距離，唔好見面啊！社會福利署或者相關機構喺處理啲高齡嘅離婚案件嘅時候，
其實係咪可以提供更多安全評估同埋支援呢？再睇遠少少啦，呢單案其實反映咗香港長者面對嘅困境。根據死因裁判官嘅數據，2024年香港有472名長者自殺，佔整體自殺個案41%，即係話平均每2.4個自 L 嘅人口入面就有一個係老人家。呢個數字非常之得人驚。香港長者嘅自殺率差不多係平均人口嘅2倍。點解咁多老人家睇唔開？除咗身體嘅疾病啦，好大程度係因為孤獨、焦慮、缺乏支援。好似柳伯同徐婆婆咁，個仔走咗，兩老相依為命，又相處唔到，子女唔喺身邊，佢哋嘅內心世界有幾咁孤單，其他人係唔會明白。政府成日都話要居家安老，但係社區支援配套足唔足夠呢？老人家有情緒問題，有幾多個會主動去睇心理醫生、揾社工？柳伯冇精神病記錄，但係佢嘅行為明顯就係情緒崩潰嘅結果。如果社區有更完善嘅探望長者計劃，及早去知道佢有咁嘅問題，呢場悲劇可唔可以避免啊？近年啦，香港發生唔少嘅倫常慘案，有啲照顧者頂唔順壓力，懟冧咗自己嘅病重嘅屋企人；有啲就好似呢單案件咁樣，一啲家庭嘅糾紛。喺2022年就有5宗照顧者倫常命案，2023年上半年已經有4宗。呢啲數字嘅背後係一個又一個破碎嘅家庭。雖然柳伯同徐婆婆未必係傳統意義上嘅照顧者同被照顧者，但係佢哋同樣面對住高齡、喪子、疾病呢啲咁嘅重重壓力。喺一個得370尺嘅公屋單位入面，2個人困獸鬥，負面情緒不斷累積，最終爆發出嚟，造成無法挽回嘅結果。寶達邨呢一單相思案令到人好心噏，一個被鄰居稱為24孝老公嘅好老公，最後變成一個殺妻嘅兇手。呢個反差可以話係都幾大。呢件事提醒我哋啦，唔好忽視身邊人嘅情緒健康，尤其係老人家，佢哋未必識得表達自己嘅痛苦，可能只係會用沉默、孤僻，甚至乎一啲熱情嘅笑容嚟掩飾佢哋內心嘅脆弱。如果你身邊有老人家面對緊一啲家庭嘅變故啦、喪親啦，或者係婚姻問題，俾啲耐性去聽下，鼓勵佢哋尋求專業嘅協助，揾社工、揾心理醫生，睇下情緒有冇問題。同時亦都希望社會啦、政府啦，可以正視長者健康、精神狀態同埋家庭暴力嘅問題，投放多少少資源落去 support 佢哋啦。每個人行多一步，關心多一句，可能可以挽救一個家庭，阻止一場悲劇。希望柳伯同埋徐婆婆去到另一個世界，可以係真係平靜翻啲啦。亦希望類似嘅慘劇唔好再發生啦。最後呼籲大家啦，面對情緒問題，面對家庭暴力，唔好自己死撐，尋找有一啲可以幫到手嘅機構去協助啦。記住啦，面對先至可以解決問題嘅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